今次介紹就係康怡花園嘅個600零尺單位。呢兩個業主係好好人嘅，感謝佢哋，因為本身佢真係都係保持我哋嘅原創設計，同埋亦都好尊重，都係好中意呢個 design， 所以保留咗啲 design。因為本身佢兩位咧，其實就已經係好叻嘅，即係已經開始退休啦。佢嗰個儲物真係比較多，旅遊嗰啲戰利品咧都係比較多。男主人咧亦都中意影相嘅，所以變咗有好多嘅相機嘅收納啊，同埋一個單車嘅活動啊，房間同埋廁所嗰個規劃比較多啲。佢原裝本身係一個斜型嘅頭房，一個廁所大嘅，一個廁所細嘅。咁但係最重要個問題就係兩夫婦就冇必要用咁多個房間啦。佢主要個希望收納多啲一個工作嘅地方，或者曬相嘅地方，同埋可以掛一部單車嘅。女主人係希望有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同埋一個化妝嘅地方。為咗滿足呢幾個要求咧，其實我哋就係希望將個頭房咧就不變，佢頭房咧連貫埋個廳嘅，所以變咗我會將佢個門口拆咗佢，全部用玻璃嘅趟門去做，可以展示到佢個空間大之餘，門口就可以闊啲。我哋本身個廁所比較窄，所以變咗我哋就拆咗去做一個趟門。佢個主人房同埋主廁嗰個位置咧比較大，主人房個位置係套廁嚟嘅。咁變咗我哋就封咗佢咯。兩間房咧，我哋就重新規劃，將個廁所收晒佢，令到個主人房比較大。主人房入邊個空間咧就可以有衣櫃、床，同埋有一個衣帽間。其實我哋就希望佢係好有優雅嘅感覺，同埋比較 natural 嘅感覺。就利用埋個窗台，可以做一啲 decoration，可以滲一啲夜燈出嚟。窗台上面就可以做一個好休閒嘅地方，去坐喺度，去 relax。但係有個弊處就係兩間房本身中間天花上面有個陣位嘅設計上面嘅話，我哋就將佢用燈槽去美化咗佢，再加埋有一啲條紙嘅感覺嘅時候，就希望令到佢可以有啲優雅嘅感覺之餘，亦都有啲 natural 嘅效果。業主本身係因為真係希望將呢間屋當係一個退休嘅養老嘅地方，所以變咗佢真係希望成間屋屬於業主要管理嘅，或者要負責嘅所有嘅外喉啦、走廊喉啦、所有嘅總箱、所有嘅電啦、所有嘅水喉啦、所有嘅鋁窗啦、所有嘅外牆有機會流水嘅地方，基本上我哋都重新幫佢處理晒。靚之餘可以收納佢之餘，令到佢真係退休生活咧可以去休閒。佢可以好舒服，同埋返到屋企真係好似去咗一間酒店咁樣，同埋可以安心咁咯。如果假設有需要，可以希望自己間屋又可以輕鬆，又可以真係有個人幫你專注處理好晒所有嘢，令到你安心入伙享受生活嘅，你可以 WhatsApp 我哋可以揾個時間大家研究下。